昨天晚上的雷声真的很大，苏州的朋友应该都听到了吧？本来小宝宝睡得好好的，被吵醒了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现在小小刘已经8个多月了，现在已经可以晚上12点吃了奶米粉之后，一觉可以睡到早上7、8点。但昨天被吵醒了，现在他会爬了，所以床旁边装了这个。早上好，早上好呀，睡醒了没有？又在吃手啊？爬，快往前爬，赶紧7坐8爬，快，快爬，快爬，快爬。爸爸要出门了，爸爸要去买药了。翻个身，翻身。最近没怎么拍视频啊，因为生病了，感冒咳嗽，之前嗓子非常哑，今天已经算恢复的不错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现在每个月买药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，每个月家里总有人会生病，今天又到了去买药的日子了。嘿，王新人，这个999好像比我上次拿的小了一点。对，那个是复方的。眼药水，我跟镜子一人1个月都要1瓶。咳嗽药，好，这么多结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买好了，就这点药，255块钱。现在的药是真不便宜，盒子越做越小，价格反倒越来越贵。像刚刚买的这个药，1日5到7片，但是它一盒只有20片，也就是说你一天吃7片的话，3天就吃完了。但是我买的这个4盒要吃1个月呢，所以只能省着吃。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，我这2年真的多了很多感触。我也快30岁了嘛，就2点感悟很深。一个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远离生病。当你能够健健康康不生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已经比绝大多数的人幸福了，你一年能够省下很多很多钱。第二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找个好点的工作，最好能够进到体制里，因为我和镜子现在是灵活就业嘛，而且我只单单交了医保，养老都没有交。就这个灵活就业的，就是交的比较多，享受的比较少。有时候医保卡里好不容易有1000块钱，你去医院随便做个检查，一划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平时我们买点药啊什么只能自费，但是如果你能够考到体制里或者做个公务员，那么这方面的福利待遇就远远的比我们灵活就业要好。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了网上说的那句话，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。为什么公务员看上去工资不高，那么多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要去考。我希望小小刘以后能好好读书，也去考公上岸。